好，来附录第13篇附录哈。Van Weveren、Van Iberen 甲 Hartwell 阁下，尊敬的正阁下，阮含伊殿下国姓爷阁下订立的即个条约当中，上重要的部分是，就是阮要向往巴达维亚所需要用到的物件，特别是粮食，会当对即个社保年的公司的贮藏当中来支取。即件事伫阮摕伫城堡以前，伊也答应过数次，答应过几落摆，讲为着即寡欠用的物件，伊会派人供应。但是现在阮应该对陆上供应的抑阁欠少，毋知偌济桶，还有原档案空白，毋知偌济桶的即个肉，以及约毋知偌济 last 的米。看起来即寡供应的代志，只有迄寡翻译员伫咧催动一平，因为这一切伊殿下国姓爷拢优先答应阮。你现在却无确实来照办，因此呢，恁阁下爱设法去伊殿下面头前要求供应阮全部所需要的物件，透过马本笃阁下为阮讲一寡有利的话无妖疑，马本笃一定会公正来互阮处理即寡物件阮甘愿以支付计数来处理要归还阮的迄只荷兰船，无爱以任何偏离阮订立的条约的方法来处理迄只船。阮也期待对陆上送来的私用品如下：45桶的肉，这无包括肥肉；9桶半的橄榄油，以及一只 Ekvin 号的小艇；400到500袋米；30包新的小麦；40袋良好的茶棒，无包括着 Kortenhof 号所需用的部分；4个鼎，1000粒各种大小炮弹，4000到5000粒枪子。空桶爱甲会当处理的全部拢送来，佮加上石先生还佫会再来装船的部分。迄寡荷兰妇女甲囡仔眼前伤久咯，为着无爱因为听候因来引起慌乱，恁阁下务必积极利用机会，互因会当及时被释放。伫阮当中也找袂到中士 Broer 的迄两个囡仔，和 Bisterman 的迄一个囡仔，大部分的水，大部分的船只拢必须对下淡水溪去抢，所以呢，阮伫咧处处停留的时间已经真接近终点咯。因此，我真想要甲阮伫咧即个停船处要处理的代志，全部拢处理完毕。如果还阁必须伫遮停较久呢，安尼就会干那只留下一两只上轻的船伫遮来听候处理最后的工作。对于伊阁下国姓爷要来批要爱阮派一只荷兰船去金门接运伫遐的荷兰人即项代志，阮考虑了伊的理由、时间、天气等等的因素了后，决定阮只为着要无爱丧失宝贵的时间，要派迄只 Devink 号去遐。即件事爱尽量较紧去，互伊殿下答复。对即个决定，Van Iberen 先生竟然敢遐尔生气。即个伫伊毋知情况之下所做出的决定，伊完全毋知影我是安怎投票。伊为此来指责我是非常无尊敬的。伊也为此寄批互伊的某，伫迄只 Devink 号顶头写真侪更较侮辱我的话。伊已经犯了侪摆迄种无理性、无理智的毛病。到了即种时阵，即种时阵还阁袂当结束，实在是互人惊奇。所要求的税务处的少婆伫遮同齐寄去互恁，
即寡少仆爱送行互阮。即场会议就写到遮结束。愿万能的上帝保庇恁阁下。下面写着你阁下姓氏的朋友签名 Frederick 归一，边仔写伫快艇东部号顶头1662年2月11号。搁甲下面写着关系到迄只大船 Courthope 号开会讨论了后，决定甲囥一边啦吼。阮需求的迄寡物件，请恁阁下设法，互阮伫咧今仔日会当收着，也请互阮知影讲所有误放迄寡荷兰人，当时才会当来坐船。歹势，2月11号吼。即个因2月9号最后一天嘛，所以这是已经伫船顶啊，大家已经拢坐伫船顶吼。好，过来附录14篇，这是小号版Ibron的吼，相关是规写吼，所以咱前一篇知影讲这两个人无欢喜吼，咱来看觅啊，伊咧写啥？Van Ibron 先生，我比你阁下遐尔啊无礼貌对待，并无感觉奇怪，因为伫这个互人担忧的时阵，已经数次比你阁下如此对待过了。时间、地点、情况，阮和虾米人交涉的事项是虾米？你阁下拢有袂少异议批评。现在是由3位阮佛罗摩萨议会呢3位正式议员、8位船长，甲迄位稽查官以及去陆上的人来迅速处理吼。迅速的迅，我来查一下。今年顶无收即字，哦，毋是，我答毋着所在，我真正无诶。真正无，我咧看别字。无咧，应该是即字尔。无即字。大理大书店有收高即字吼，读做诗。好啊，但是呢，伊嘛有收迅速吼，即个词读做迅速。高一字读诗人，但是迅速读做迅吼。例句，迄条代志你着较迅速的吼。啊，若写两个诗咧，两个迅，赶紧吼，读做时，较时咧，毋捌听过。赶紧，例句是较时。时者，哦，迅速嘛会当读做时刷，紧骹手，毋捌听过。时刷行，做代志着较时刷咧，吼，迅速时刷吼。我咧要读鼻音啊，读文音吼。以及去陆上的人时刷处理。面对迄寡重大的事务，我必须伫咧无法度按照我的心意充分考虑，就互国姓爷阁下答复，并且提议必须爱时刷进行吼，迅速进行啦吼。因为阮烦恼吼，若无时刷进行呢，
比讲定的时间佫加延前半工，甚至一两点钟，阮就有遭遇危险的可能。伫即种情况之下，阮还佫有啥物袂使忍受呢？佫有啥物袂使忍受的？但愿迄当阵大部分的人无表决派，迄只小便对阵 Devink 好去死呐！但愿迄当阵大部分的人啦吼，无来表决要派迄只小便对阵 Devink 好死呐吼。尤其是若是你阁下的夫人无伫迄只阵安尼就好啊吼。恁阁下毋是我上亲近的议员，是遐尼恶参详的人。虽然如此，我还是关心你阁下，对你阁下的夫人，若是有会当协助之处，我拢尽力履行。只是力不从心，袂当满足伊所希望的。愿上帝继续保庇。下面写着你阁下的朋友签名 Frederick 归一，边仔写1662年2月12号，伫快艇东部河顶头。附注：万一不伦先生的回批插伫下面。好，咱来看，看两个写批。附录15篇。深受尊重的阁下，我必须承认，昨昏当我听到迄只 Devink 要降王时呐，你阁下拢无甲我来批，致到我毋知影我可能的某囝爱降王遐去。是毋是前往时呐，或者是去坐另外一只船？迄时我确实顿失理智，难以自控。我毋知影，我捌伫即个困境中无礼貌来对待过你阁下。我将忍受痛苦，顺服做你阁下爱我做的代志，为着公司服务，无少牺牲我的性命。如果我做毋对，敬请原谅。因为迄是出自伤感忧郁的弱点，毋是出自愤怒忧郁的。真正死对我拢无比听到我的某囝出航去拄着暴风雨，或者是落入去敌人之地遐尔痛苦艰苦。因此，我恳请你阁下谅解我的失态，甚至来祝你阁下望上帝保庇你阁下乐意效劳的部属。签名。万一不伦，热兰亚，这个人个伫热兰亚城吼，伊无去船顶吼。1662年2月12号，这当然嘛无欢喜啦，这一定的啦，吼，这想会到吼。乌水狗，什么？我袂记迄个词什么？去偌侪人狗回跳这。就是意思，这是足危险的代志吼。好来，继续看咧吼。附录第16篇写互归于阁下顶人，咱来看是啥物人写。这应该是迄三个去做代表去谈判的吼。Ortigens Van Weveren, Thomas Van Eperen, David Hartwell 哈，好，咱来看一下写好这个规个批附录第16篇，写好规阁下顶人，正阁下。虽然阮努力争取，也只会当得到下列即寡物件：11桶的肉，10桶半的油，空白吼，毋知几袋啦吼，几袋茶棒，一大箱的称纸。空白的钉吼，空白毋知几个钉，每一只船拢会当来摕需要用到的钉。30包的烧麦，空白毋知几个空桶啊吼。Ekvin 号的迄只小艇应该已经伫咧船顶，另外是空白吼，毋知偌济肉甲调味料吼。调味料哈，调味料是台语要安怎讲？调味料，什么盐啊、胡椒粉啊，这种的。哦，调味料啦吼。米相信拢已经载来船顶咯，
若是有啥物无在来，迄着学得期待咯。恁阁下也毋通期待会有啥物物件会当对即个城堡摕着，安尼想着较袂失望。其他的肉本番已经送互伊的士兵，因此迄个决定是袂更改的。也无前来的妇女呢，阮已经尽力伫找，阮相信抑阁会有人来。关系着其他的囡仔，阮犹探听袂着。有人讲因含原住民同齐逃入去山里咯，不过阮无放弃，继续咧找。结果如何将听候上帝旨意？爱前往金门的迄个官吏，将会伫咧明仔载去坐船。可能阮含马本督也同齐去，以便伫遐会当处理一寡代志。阮希望到时阵伫咧含伊交谈的时阵，爱找机会摕到一寡物件，爱尽力设法要求，仅此跨别吼。愿上帝保庇恁阁下含大家。下面写着恁阁下的信簿签名，拄则3个人我来去读。边仔写着热兰亚城1662年2月12号。伫个搁较下面写着为着避免欠用卖30担鹿仔肉，计数是每一担10个 rigsdaler， 即个单位毋知啥。将会伫明仔载送去船顶，炮弹被拒绝了，因此为着种种理由，无搁再坚持。即篇写着讲有一寡囡仔可能倒原住民倒去山里。我阁会记得咱毋知咱捌读过，就是注卡啦，对注卡有一篇文章讲，有一寡荷兰人走去倒位啊？敢若是阿里山还是倒位吼？含原住民住做伙安尼。而且是留伫遐哦，因后来无离开哦。袂记得第一组啊。附录17，上款是拄则迄3个去谈判吼 ，Audgens、Van Iberen 甲 Hartwell 阁下，毋是，这是写即3个谈判吼。是，这我看是 Frederick 规写吼，讲郑阁下，米阮总共敢若收着586刀，若是阮搁再收着500刀，就算无达到当初时阵答应阮的1400刀，阮也将会勉强有够用咯。即寡无足的米，无够野的米啦吼，希望明仔载就会当送来船顶。今仔日有一只篷船载来半拉斯的米，关系着要送来村的肉，阮爱因按照合约来履行。阮必须照阮的渡船安排处理。迄寡鹿仔肉的计数是毋是搁当搁较俗一个？若是讲阮较早知影就好啊，因为昨昏甲昨日鹿仔肉含其他的肉拢有一滴仔供应停顿。如果我无逼使恁阁下去收买迄30担的鹿仔肉，我判断阮就无需要顺从迄寡出卖者的意愿咯。看无解有吼，迄寡鹿仔肉是毋是品质优良，必须要斟酌查看吼。若是优质的吼，你阁下就会当收买，再来船顶。迄寡订甲茶帮，明仔载阮将会派人去摕。迄张要互阮伫个会当咧下淡水溪平安唱水的批咯。要送来互阮，后日有几只船必须出航去遐。为着要好好安排分配人员，分配阮的即个渡船门，以及准备要先行出航的船只的需用品甲物件，阮相当劳苦，也非常担心，因为议员伤过分散，而且袂当伫个所需要时间内底组织开会，也毋知影因的意见。阮也咧听候释先生的消息，伊落啥物物件，落互对只船。阮咧等这消息。若是会当有新仔人即个代工同行，我咧想对迄只 Vink 号的航行会有真大的帮助。
就如恁阁下所判断的，如恁正阁下所判断的，爱先派往巴达维亚的船只是美顿号、纳拉顿号甲卢斯敦尼号。因为即寡船是上重的，即寡船将会主要搭载加冠、病人甲一部分的士兵。阮也伫咧听候恁阁下恁正阁下认为讲，有对一几只船是机次的上重的船就是机次重啦，毋是机次上重的船所以会当看看无危险来航行，会当伫咧厝地加延前几工的。如果需要一只或者是2只上轻的船因为是上适合航行、上少担心的代志，会当留踮咧厝地听候到本国月底。恁阁下也必须留踮咧陆上偌久，所听候也阁要对佛罗摩萨来的迄寡人，当时会当来，敢有即几工来的希望，请恁阁下按照恁伫咧陆上所会当取得的消息，伫咧回复即张票时阵来甲阮讲。而且也要寄去一份要互 Devink 号的主管的指令的草案。我希望即个草案拢爱寄互恁每一位议员，因为我咧想，这对伫要释放人员，以及要对伫要互即寡船只，去及时去到巴达维亚，拢有共款重要性的内容。迄几位新仔人阁下当时呢要来坐船，我希望因袂早着大批的随从来，因为阮现在已经有一点人伤济伤话亏。一般人现在又搁轻易搏数，为着避免到时阵厌恶艰苦，请恁阁下甲即寡代志、即寡情形，以上适当的方式来甲因讲，互因知影讲，愿阮大家拢望上帝保庇互因知啦。以上适当的方式甲因讲，互因知愿阮大家拢望上帝保庇。下面写着你阁下乐意效劳的朋友签名 Frederick 归一，边仔写着伫咧东报符号顶头1662年2月22号。伫阁下下底写着即张批等到今仔日才会当寄出去。空桶啊，根据阮所听到的空桶啊、绿钱啊，阁有一寡迄寡阮有需要。附录10倍 ，Frederick 归阁下，这详细呢是第3位去谈判Frederick 归阁下，你阁下想要找一个新仔人代讲的代志，直到现在阮也无机会来频繁提起，因为伊殿下目前伫咧顶战城堡，请恁阁下爱相信，要和即位阁下交谈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代志，因此毋是真重要代志，都毋通伊来提出要求。毋过，也有被允准的可能，若是被允准，迄个大工就会伫咧明仔载含迄个官吏同齐去坐船。恁阁下也爱注意，而且毋通使用即个顶撞顶撞要安怎翻应喙应舌啦伫批呢，讲伫批呢毋通黑白应话啦像敌人之类的字句，因为阮伫咧翻译的时阵呢，安尼的字句互阮非常的为难，无定因会因为安尼来调换迄寡陪伴道德的人来另行规则就是会去叫迄寡人来翻译就麻烦啦阮也需要一寡酒用来款待马本笃，伊真正是真值得被如此款待的人。请恁阁下接纳阮的请求，迄1000道的米已经收到几道啊？希望明仔载甲阮讲，愿上帝保庇恁阁下。下面写着恁阁下的信簿签名。Juan Ortega van Weveren David Hartwell 伊本人伫遮无签名。边仔写着1662年2月12号。好，过来，这张批是
这敢若毋是批，咱来看即张呀。附录19，孙营军队驻在日兰亚城堡头前的国姓爷，伫2月12号写互尊贵长官 Frederick 归国下，含即个城堡的议会批的翻译。所以下对即张批是伫成功写吼。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爷寄即张批互台湾的长官甲伊伫日兰亚城堡的议会。应该无伫日兰亚城堡啊咧。因为即篇无下底无迄个时间，无签日期啦，所以毋知对是讲写哈。好，恁用恁阁下今仔日来批来，我要求9个细桶仔油30包，小米40袋饭，4000到5000粒芡子，甲一只小艇。这进前拄2-3工附录，差不多进前3-4篇有讲着吼。甲要你要伫4个订，即寡全部我拢允准。若是米呢，早就已经拢办理完毕，但是呢，因为有几工啊连续的歹天，致到我的篷船无法度去落米。若是天气合适因将会搁再出港，甲恁所剩的米再去交去互恁。若是恁阁下要求的迄寡咸肉，几工前迄寡翻译员就甲我讲啊，恁阁下已经无需要迄寡。也无想要滴，因此呢，而且因为迄寡肉有一寡真奇怪的即个风味吼，所以呢，除了10桶其余的肉拢送互我的士兵啊，即10桶的肉呢，现在也允准恁派人去摕。我感觉遗憾吼，即寡肉现在我已经无法度斗3工，我会来质问迄寡翻译员。要安怎知影恁阁下无需要迄寡肉？所要求的迄1000粒炮弹，因为上顶站城堡现在已经封印并且关起来啊，袂当搁再对遐摕出任何的物件，因为任何人拢袂当熟悉情况来入去。对此，也请恁阁下见谅。我会当用我的炮弹来补足恁的需求，但是烦恼讲我的炮弹袂当适应伫恁的炮。即战事之所以袂当允准，并毋是我毋肯甲即寡炮弹互恁。希望恁也会当如此理解，相信我的心意是真诚的。迄寡遐存落来的即个荷兰俘虏，我已经派出真侪人去找。如果因来到我面头前，我将会随甲因送到因的船，送去坐船。恁阁下内批所提起的迄寡荷兰囡仔，我也派人去找咯，但是还找袂到。如果即寡孩童会当找到，我为什么袂交互恁呢？我根本就无需要因啊。对今仔日入港的迄寡篷船，也袂早来任何关系到 Valentine 先生的消息，会当甲恁讲。如果Valentine先生呢，就是伫咧下门的即嘛吼。如果Valentine先生会坐篷船来遮，安尼就无必要搁派一只荷兰船去动山咯吼。但是因为上述Valentine也袂来，所以明仔载我将会派一个我的官吏去坐恁的船，当作航往西南沿海等等。附录20篇。互贵阁下顶各位阁下，想写我看觅。想看去谈判这3个。正位阁下，关系着要先派大船每顿号、Nelden 号甲 Lusitania 号出航的即个代志，若是望允准。阮无爱做出决定，理由如下：第一，因为要快速行离此地，阮看着是无希望的。阮看是无希望啦吼，因为阮唯一的借口吼，一直就是讲，阮的船只已经装满人员，其中有真侪人是病人。如果若加逗留一段时间，就会当
佮取得所有欠用的物资。即个理由到时阵将会互即寡船呢会终止出航吼。萨讲是讲迄寡仓库的管理员为着要真准确来供应即寡船只，还佫需要延长一段时间才会当来打点安排。因为直到现在 ，Board 先生还佫咧计算迄寡出纳的钱币吼，无用甲未了未煞吼，所以还未开始其他的工作。第二点呢，因为有一寡船只的人看到有船只要出航，因就认为讲，阮真拍拼挺好，这什么意思啊？拍拼挺好的迄两个荷兰妇女来联络了因吼。因此呢，关心迄两个妇女的前来，将会互因相当的惋惜吼。因为现在航行的季节吼，也无遐尼晚，佮留8天10天也真适合航行，不致会有任何的危险。虽然如此，阮相信袂挺候到遐尼久。第四点，因为阮相信即个假借的困难。假借就是假借吼，各国船长原本就有啊。现在因伫外面看到船只要出航，因袂去想讲阮还佫伫内底，因会要爱航离此地而去。以上是阮如此看法的最主要的理由。阮请求对此上加考虑。要互 David 号的主管的命令，阮有看过啊。阮含恁阁下意志相详吼。你阁下应该建议迄个地方官 Valentin 讲，伊要离开金门的时阵呢，爱写一张伊已经被释放的批，交互同齐去的迄个官吏吼，早去交互本藩阁下，用来表达对伊的善意的谢意吼。此事无应该忽略。因为对马本笃遐知影讲，因会被讨放，完全是出自伊的善意。迄寡落仔肉将会由赤坎的高歌来载去船顶。阮买的是优质的落仔肉，你阁下会当自由来检查。若是看到毋是优质的，就会当毋免接受。因甲阮讲，今仔日已经送去船顶，同款的情形，希望你阁下后一张批来甲阮讲，新仔人代工已经批准，即个代工呢将会含迄个官吏同齐去上船。为着要坚持要找到迄两个荷兰妇女，拍算伫咧找着因以前未出航，对此阮的希望无大。愿万能的上帝保庇因吼，阮已经凭良心为此来尽力咯。调味料、地壳甲蜡，昨昏已经用领工船送去，相信是要送去予东部号。我方的任职是希望被释放，上好是今仔日就释放，但是阮咧判断。伫此地其他朋友袂安尼想，因为因要伫咧阮转去的时阵，含迄寡伫船顶的人会临时来交接。有几仔新仔人阁下来上船的时阵，要载一寡随从同齐来，若无就袂来啊。愿上帝保庇恁阁下以及大家。下面写着你阁下的信簿签名 ，Juan Ortigens van Weveren, Thomas van Iberen, David Howard。边仔写着日兰野城1662年2月13号。伫搁较下面写着阮收到通知讲，加上载去船顶的迄50道米，就全部载去1000道咯。因为600道厦门的20斗的用量。就是1000道的容量，容量吼，容量。上好的迄寡米送到船顶的时阵呢，爱用
船长或者是管辖的人，伫接收到即个接收的时阵会帮看卖啊。因为即寡代志拢爱伫咧急忙中匆匆忙忙中来处理进行啦吼。听讲，迄是无可能做到遮尔准确。不过，阮相信因已经为此来充分尽力咯。见面的时阵呢，将会更较详细你阁下来报告。好，我是学一个41分，等下要读附录21篇了吼。哎咻啊！芭比你吧。真尖哦！歹势，所以要甲先先禁掉。好，附录第21篇，何要对台湾的停船处前往西南沿海金门，去接吻国史营国下学区内的荷兰人，然后要航往巴达比亚去的扁底船“德vin克”号的主管，伫即个航行中遵办的指令。伫接到即个指令了后，恁必须要尽全力，以上紧的速度航往伫漳州诸岛上东边，属伫国史营的金门岛的廖罗湾。廖罗湾是华语的讲法啦吼。葡萄牙人或者是外国人伫海图顶头是读做伊拉斯摩斯哈伊拉斯摩斯贝。航恁同齐出发去遐的迄个官吏，早起要互被活掠伫遐的荷兰人的迄张阮的批，必须要完全无延前设法交互迄寡荷兰人。若是会当伫咧转达迄张批的迄一天，就爱因互恁答复。如果袂当伫咧3月初6以前对遐准备好启航，恁就爱对遐直接航往巴达比亚去。如果会当伫3月初准备好启航，其他人或者是恁家己认为当转来到即个停船处遮，就会当转来遮，但是不得冒大危险转来遮吼。为着听候迄寡人上慢会当伫咧遐逗留到3月底，但是袂当留搁较久吼，除非恁接到消息，互恁认为讲要搁需要踮遐加等几工。以便甲迄寡可能人甲因释放出来，并且会当航到暹罗或者是摩拉加，至少会当航到东京，就是即马越南北部，才搁对遐趁早出航前往巴达比亚，以免互迄寡可能的人无希望啦吼，被逼留踮遐咧海产吼。要去帮助阮的金门的迄寡荷兰人，吼，会当我煞袂记洗刷吼，洗刷，迅速吼，会当迅速洗刷吼，携带行李来就船，并且互恁顺利启程出航的迄个西那人官吏和伊随行的人，以及要去甲恁讲上适当的拍定处吼，因带恁去停泊的迄个西那人代讲，恁务必吼按照我方当前的情势，
随时优先对台因，有一个安稳的士兵将会去为恁翻译，毋通下面讲起关系到战争的代志，战争的事由啦吼。上好是下面讲最成立的代志，爱随时警戒，以免被敌人袭击。听讲，后町区的海贼伫迄个附近的活动，乌町剧啦，咱真正读过这个地名。交互恁的这100两银吼，到时仔了后，爱交互 Jacobus Valentine 先生。如果像阮所希望安尼，伊还阁活咧。若无，就留踮咧恁身躯边。伫即只阵，伫遐有需要的时阵呢，伫咧斟酌商议了后，会当去动用即寡钱，但是爱清楚来记下。以上祝恁航行顺利平安，并且望上帝祝福。下面写着伫快艇东北河顶头，1662年2月14号，恁的朋友签名归印。附录第22篇 ，Jacobus Valentine 阁下和其他被送去西南的5方的人员，这应该是写予迄个 Valentine 的哈。批什么人写呢？我下底无签名，毋知什么人写。但是伫东北河顶头，所以应该是的啦哈，归的哈。诚实公正、极其谨慎、谦恭的朋友，正位朋友哈，阮受到至圣的主宰的处罚，经过9个月艰困的抵抗哈，将其必须甲列兰亚城堡交互伊殿下国姓爷阁下咯。按照约定，甲所有公司和民间的物品拢留落来伫遐内面。阮当中只有一寡特殊的人。除了少数的例外，会当下大所有的现款去巴达米亚，并且所有伫咧上述伊殿下的辖区内，要挖着5方的荷兰人、妇女甲孩童，也拢会当去巴达米亚。阮伫咧本9月8号撤出即个城堡，应该是9号吧。来即只停船处坐船。伊殿下国姓爷阁下听讲，想要派2只篷船去金门，要去接恁阁下来遮，但是因为烦恼恶劣的天气、海上的无安全，或者是其他的阻碍，会互伊的篷船要去接运恁阁下的代志延前伤久，因此伊一再要求阮派一只阮的荷兰船去遐接运恁阁下比较安全。这个要求一开始阮袂当同意，但是后来因为有几工此地天气恶劣，而且适合出航，前往巴达米亚时间渐渐要过去啊。现在因为考虑到为着免停候恁阁下太久，或者是因为阮太早出航，致到恁阁下真大的不幸，所以最后并且伫咧国姓爷阁下坚持之下，就决定要派即只船去恁遐。阮希望最近恁阁下会当收到即张批，收到批了后，恁大家爱同齐去坐船，对遐直接航往巴达米亚去，除非是会当对迄边时沙出航来此地会合阮的船只，并且认为有需要前来此地的理由，才航来此地。5方的人质以及其他几啊人员，还阁伫咧陆上咧点交好物，并且收取5方的使用品。阮非常期待赶紧履行条约，以便会当及时去下淡水溪抢水。阮有2000多人分别坐8只荷兰船，阮真希望伫即个季节会当有侪空间来运送遮尔侪人。恁阁下爱写一张批，互炸即张批去的迄个官吏炸转去交互本皇阁下，表达恁得以坐船离去的双方的欣慰。伫咧 Valk 号，但是后壁我好写讲应该是 Vink 号、Devink 号啦，就可能写毋对去。船长手头有100两日本钱，会当用来为着即撮航行所需用的做开销吼。伫遮有一张即只 Devink 号已经装备的清单，恁
恁阁下爱互即只船顶150人无所缺乏来顺利航行。阮签订的条约的草本也附寄伫遮，供恁参考。阮爱伫倒一天出航，阮也无确实知影。除了5方的认识，另外有Van Everen先生 Six 和 Board 也阁留伫绿洲咧点交好问，也有几互人和其他的渔人人甲海童也未对迄寡船舍前来。阮希望若是认为讲若是有需要，阮希望嘛认为讲有需要，所有的船只拢爱同时航离此地。但是如果有船袂当同时出航，阮哩要讲也无需要留踮咧此地超过本月底。若是有需要，恁阁下会当和因联络。阮必须伫咧南部淡水抢水，阮打算上班要伫咧2-3天内去遐。愿万能良善的上帝保庇恁阁下大家以及阮大家航行顺利，互阮心灵甲身体拢健康，安尼全心意祈祷祈求。下面写着恁阁下诚挚的朋友签名，原档案空白，边仔写着伫咧台湾头前停船厝的东部河顶头，1662年2月14号。附注：这2张页入去的批会当伫咧下面看到，所以下面是这是啊，入伫内底的批。23、24吼，等下我看卖啊，剩7分钟，好，尽量啦吼。23，阁下迄寡小船因为日常用伫咧来回航行，所以伫迄寡船只当中，只敢会当用卢斯对2号即只小艇来互迄寡新仔人会认识来伫遐住，这是无应该的，根本就无法度想象。因此呢，真恭敬来请求，互因住伫东部河顶头卡斯布鲁特阁下所住迄间小房间。对方的安排，我诚实来声明，是互人真满意的。你阁下信博签名 J.O. Van Everen。好，附录24篇，互尊贵的长官 Frederick 归伊阁下，深受尊重的阁下，阮本番阁下展示商店的收入的时阵，看到伫咧各种号码当中，也列有一项利率对10块银吼，利率比10块银啊吼，即个的进款，这什么意思啊？安尼无就是266.1啊？吼，这2个点我毋知安尼写什么意思。即个款项，伊殿下要爱阮甲恁讲，请尽量较紧派迄个店员来遮指明是倒一寡号码的进款吼。衷心诚挚来祝你阁下望上帝保庇，你阁下的下属签名 Van Everen。附录25篇，这篇长5分钟，就读个了的吼。好啦，甲25篇读个了，就收工吼。互尊贵的总督阁下以及东印度议会议员正阁下，尊贵威严，这张本是啥物人写？归伊甲3个谈判的人吼，所以谈判的人原来已经收工啊啦吼，去船顶啊吼。因为签名下底嘛写快艇，讲是伫咧快艇东部河顶头，所以因已经拢落船啊吼。好来，咱来读这篇。尊贵威严，英勇苍明，亲无远虑，家己谨慎谦恭的阁下，深受尊重的正阁下。
这是写予中国国下甲东印度议会啦吼，所以是写等于要巴达维亚的吼。着人伫咧讲下迄个有着的一条报，关乎写讲，伫阮伫咧1626号的迄张批里已经赶倒来深受尊重的恁国下报告过的安尼。迄张批是用每顿号送去的，相信早就已经送到恁国下遐咯。哦，就是着人伫咧讲下迄个有着的一条报以后，当日的暗暝啊，就对两报后面去迄个沙轮顶头，要搁对迄个沙轮落来，早就动武器来到真瓦郡即个下山城堡上脆弱的部位，就想要对付迄个碉堡的情形，而且呢，顾着公司互即个出入的航道以及防雨的目纱也袂安全啊。阮的士兵透暝无用得用布捆伫咧加固啦吼，迄个 Gelderian 的领堡要用来对付对迄个建造迄个碉堡的沙轮，以及对迄个沙轮下面的炮台所拍来的炮击，但是呢，因为太侪欠客吼，所以拢真累积吼，就像因所咧 complain 的吼，因所咧因咧念的安尼啦吼，欠缺材料要来修补奥兰迪亚领堡的破空，尤其是迄个无法度加固的即个 Gelderian 领堡，连到上站城堡的城墙行道迄条又搁长又搁脆弱的城墙，互该城墙会当抵挡着人的炮击。而且呢，病人也增加了，小琉球以及伫咧遐的约200人也被切断含阮的来往。坦啊仓库的杜造门有部分已经损害去吼，迄个坦啊已经损坏去，而且有真侪搁较歹的代志。乌龟已经要来了吼，还无听到对巴达维亚会有援军前来。还佫有其他正侪理由，阮对主要军官听到即寡代志了后，就调集公司其他主要职员商讨此事，反复考虑了后，一致认为，伫即个艰困为难的即个情势之下，对尊贵的公司上好的选择是爱及时阮的为公者请求和伊订立公正的条约，经过4天的交涉，伫即个条约下面签订了条约，伫即个条件之下签订了条约，就是所有伫咧迄个城堡里属伫尊贵公司以及其他机构团体武器现款甲号码，以及扩大议会每一个成员的钱超过200里尔的部分。含另外20个人合计超过1000里尔的部分，拢必须留落来，互国四营国下，而每一个人拢会当炸其他的家私、全副武装、拍鼓等等去做船。前往巴达维亚的航行所需要的物件，阮会当先对公司的仓库支取。所有的荷兰人以及属伫荷兰政府的人，无论伫福尔摩萨，或者是被敌人送去老聶的其他的所在，拢爱及时交还阮。三队呢，因被掠的人也爱被释放。就像对附件在厝的物件，会当更较详细看到安尼。现在坐尼尔顿号先出航的卡森布鲁先生和队长奥修伦也会甲真侪状况深受敬重的恁国下来报告。唉，头先我读到啥物事？你读啥？读袂了呢，才读到一半尔。好啦，读好了吼。任职除了护岸的第二高阶任职已经开始转来坐船以外，其余的拢还被留踮咧遐。原因是有6、7天的
恶劣天气，不过看起来，因是为着要消除被欺诈、代谢好药的惊，因的心内惊啦吼。才甲迄歌咧认真，还阁留踮咧遐，因为安尼来延前，互即个航行的季节时间减短，也互航行中除弊的粮食减少。因此，阮认为有一寡船只必须要先出航，就是尼尔顿号、姆伊顿号甲路易斯顿两号。即寡船只坐即寡船只的人，大部分拢是边人、家眷甲士兵。随后要来出航的上重的船只，也袂当搁再拖延，袂当搁再延前伤久啊吼。若是迄寡还搁伫咧听候对陆上要来交行的人，或者是要来供应物件的人，迄寡上轻的船只，当时会当出航，阮也毋知。毋过阮相信应该袂等候太久。国姓也因为烦恼伊的船只、伊的篷船袂当及时安全甲送去金门的荷兰人载来遮，所以伫咧伊一再期待之下，阮今仔日派小便船德vin号也满载着一位伊的官吏出航去遐，要去甲迄寡可怜的人对被收禁的所在释放出来，并且载转来阮遮，载转来阮这边，相信即座航行会真紧迅速完成。如果阮望上帝保庇，会当转来到深受敬重的恁国下遐，相信深受敬重的恁国下对阮的作为会感觉满意。歹势毋是哦，咱知影一转去即个规日都被互因掠起来关啊吼，拢理毋对就对了吼。不过因为有真侪人含阮来作对寻衅作对。即个信我查一下，我敢若较早捌挑衅，敢若捌查过即个信。啊，做混气混、混油，毋知啥物油，气混、气性、掉头嘛是混，做挂嘛是混，空徛嘛是混。好，顺行作对所以即个混伫遮应该是空徛嘛，找空徛要做。因为真侪人含阮咧即个顺混作对会有人对即个结果袂当满意的，阮也会当疗伤的到。因为神圣至悬的主宰允准此事发生，现在阮必须顺从接受咯。阮如此对心底咧祈祷，愿尊贵的公司以及阮大家如此沉重的损失，真紧就会当排除出去，也足深受敬重的恁国下，心灵甲身体拢望上帝祝福。阮会持续属地尊贵威严、英勇长命、亲无远虑、极其宽宏大量的恁国下，下面写着深受敬重的恁国下信博，签名Frederick Guy Juan Ortigens van Weveren, Jacob Kassenbrot, Thomas van Iberen 甲 David Hartwell， 边仔写着伫快艇东伯河顶头，1662年2月14号。好，过来26篇，到明仔载才读啊啦吼，希望明仔载有用啦吼。我咧临时有时临时无用，歹势。好，26篇明仔载再来读。好，到遮，我已经超过时间了。啥物声拢会收入啦，真歹势啦！我食迄个喉糖迄塑胶粒啊，碰掉诶。好，感谢
老卡 cloudy 啊，吼，奶鸡欢迎了吼。后一篇可能是最后一天啊，吼，所以明仔载可能就是即个连夜声的一个最后一天，咱读煞。顶回有讲起3年有推荐一本叫做季尖甲笔尖啦，吼，是关系着台语的啦，吼。迄是一篇，迄是一本我几本字啦，吼。啊，另外，我咧想讲要读一本啥物？可能是科学的，可能是数学的，可能是即个心灵吼成长的吼。啊，我可能考虑啦。我明仔再讲。啊，你讲。迄种量子力学，这可能会使招袂少人来听。什么？先有一个量子力学啊。哦，量子力学啊。甲心灵有关系。好啊，量子力学我嘛有兴趣啊。有一个用台语做影片，我等去你的赖内底。好啊，好啊，好啊！啊，你讲书通读哟，就是。书是真济啦，因为迄有足侪资料嘛，有书，啊，毋过就是爱看形式嘿。好。但是书嘿。有书通读就读书啦，吼。好，我去找一个。好，量子力学，好，我概念我拢知影啦，但是即个我毋知影我都讲到啥物程度啦，吼。到时阵再大家来学这吼量子力学，吼。好。啊，内底当然有足侪书是我家己即时爱家己发明吼。当然有诶，我无可能发明诶出来啦吼，就直接迄个汉字就是空书笔直接读啊啦吼。好，安尼到遮我规班，感谢各位，明仔载继续，感谢。